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昨下晡3点外，国防部发布着国家级的警报，讲中国发射卫星飞过南部天顶，但是英文的部分是甲卫星写做飞弹，互民众惊惶紧张。啊，国防部伫第一时间就承认错误，总统府嘛发声明稿，讲排除阿强的政治企图。不过，伫选举前的关键时刻发生这款的错误，难免会互人苛刻。国民党讲这是选举的后步，啊，南北两党拢讲爱追究责任。赖清德是出来收言，讲民众有知的权利。你们现在是怎样？碰到选举制造紧张吗？这是我的口误，但是呢，确实是有经过台湾的商讨。由于即阵到一半，雄雄国家级警报声弹甲真大声，过来看简讯中文小卫星，英文版说是美索飞弹，互行政院长陈建仁第一时间申请讲唔对，不过这个讲法，哪样当然听袂好。整套介选啊，第一个查明真相，谁指挥的，谁犯错的；第二个究责，最高的导演就蔡英文，那国防部呢，执行单位。这是第一点，我要强调。第二点，我要强调的是什么？我要回应刚才委员讲的，国防部长要有这个声音下台。拢来发声爱追究责任，国防部赶紧发声明，除了核实的，嘛公布火箭航线图，强调袂去受到政党政治干扰。总统府嘛发声明回应，经过国安团队分析，检判甲政治无地台，不过选情关键时刻，嘛当着候选人的敏感神经。选前这3个，你怎么说？一个假信息造成了我们人民受伤，还造成很多人误判。典型的瑞士乳酪理论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要拿出来检讨。这个如果真的有发生事情呢，国防部会发出错误的讯息，哇，这个怎么办呢？国防部一方面基于人民有知的权利，公布这一个讯息。让民众不要误解，同时呢，如果有发现到残骸的话，可以交给相关的单位，这是应该做的做法。那我们也希望未来国防部能够持续往这个方向来加强。关键机会背后卫星警报争气，拖到选情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